国际癌症研究总署伫2003年已经把槟榔列作是致癌物，是因为这本身的槟榔树、槟榔茎伫播的过程就会产生致癌的成分。消基会呢也去抽查这槟榔弹，所以也发现讲超过5成业者会卖予18岁以下消费者，因而呼吁政府就要赶紧立专法管制，卖予槟榔继续危害民众健康。根据卫福部2021年的统计，喙腔癌伫10大癌症死亡率当中排第6名，其中有8成5以上的人有播槟榔的习惯。但是国内针对槟榔的买卖含健康危害标语等等，一直拢无真照全的规定。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根据调查全台湾53间槟榔档，发现讲有56.6%的业者卖予疑似未成年的消费者。连穿学生衣服看起来就是学生的，未满18岁还是一样照卖。那这部分呢，大概有30家的槟榔摊呢是有这样违规的这种现象，所以呢，这高达超过5成的呢，这个槟榔摊呢是违规的、违法的贩卖槟榔给未满14岁的这些我们的青少年哦。消基会指出，目前加拿大小法有规定讲，任何人若是提供槟榔予18岁以下的人，会当罚1万至10万的罚金。不过，针对其他的管制措施，拢无相关的法令。消基会呼吁讲，为着国民的健康，政府应该要赶紧定专法来管理。目前我们针对槟榔的防治部分，真的是进度非常的落后，其实也甚至是完全的是没有进度。槟榔对于健康的这个危害的部分，并没有设立一个专法去好好的积极的管理这部分。我们要呼吁，能够在这部分能够加强然后加快它的一个立法的一个脚步哈。槟榔只是一级致癌物，它没办法用食品来管理。槟榔防治就涉及到很多的面向，我们各界的共识还在凝聚当中。消基会嘛建议政府会当把槟榔的管制征收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，比较烟酒爱有执照才通卖，也是讲另外立槟榔专法，建立完整的管制措施，维护国民健康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